新鴻基旗下嘅商場而連城廣場咧就係屬於港鐵㗎。見到咧市民咧一路喺商場內遊行咧，一路係有叫口號啦，同埋唱歌。咁亦都咧有人咧係仍然聚集喺中庭嘅位置嘅。應該係大啦，一係就係藍絲咯呢啲。哦，美心。咁咧就見到呢啲市民咧就喺度攞緊飛。見到咧，其實茶樓內咧係仍然有好多食客㗎。喂，等一陣落埋褲有冇喂？3間美心啊！抵制外國勢力。而我條狗嗰度都當狗，垃圾。我想飲茶。咁依家咧，其實喺8樓嘅位置咧，就聚集咗非常多人。咁其實咧，8樓咧喺新城市廣場就唔係好多位嘅。見到咧呢啲商店嘅招牌咧，都係黐咗一啲貼紙。